就是啊，我基本日啊去热炒店了呀，古时我呀哈规身全部就系个3B嘅嘅面头，啊香是一香啦，不过屁到我肚子痛呀。虽然个热炒店嘅头家对我好来食饭，不过我茶不用付唔到赚台北，古时我就是好蒙色安全，我就赚到台北咧。后我呀哈好上到面头，屁到我食红嘅面时，我就知道肚子痛呀。好的，平常地都啊有当到食材，韩国有3B嘅正经冬茶饭，古上爱根本按不爱食3碗，用下来看下爱准备按多么嘅材料哦。哦，想到呀3B料理哦，想到嘅荷兰水就会流出来，做乜嘅呢？因为3B料理正经都冬茶饭，韩国人佢做得煮乜嘅，当多东西就做得煮啊，鸡肉、猪肉，韩国甚至连古亚的东西全部就做得拿来煮。唔过吼，我有看过呀3B料理，头摆有一种讲法，清早以前嘅3B呀，第1B系猪油，第2B系甜酒酿，第3B系豆油。哦，同样下嘅。完全冇口用哦，迄个我呀下做头摆各种口味嘅3B料理，应该冇人敢食哈。唔过吼，呀下大家都几经用呀麻油、豆油、米酒呀3项东西来做3B料理了。韩国吼听得冇口用嘅店味，冇口用嘅人做出来嘅比例咪冇口用。故时今日阿舅我就要来教大家来做3B嘅，3B嘅除咗呀3B调味料当葱油以外呀，嘅所有嘅呀條新香料啊，咩當葱油啊，比如講也係 enjoy 來切薑麻，然後佢切一片一片，因為等下我用麻油來包薑麻。好，然後佢切好，不用到順湯，撒下來係酸呢，然後佢傾便便，好，然後佢泡泡啊。泡好以後，咁樣然後佢不用順湯，撒下來係辣椒嘅，看你好食嘅辣咧，你就不用幾多。像阿 Q 妹就唔是不用幾多，不用幾節咧就做得咧。好，按用不用一啲啲咧，按披薩同調味料油辣就做得咧。撒下來係按啲菇嘅做得然後佢切滾刀塊。好。好，韓國啊，也3B料理啊，真重要嘅重點，其實唔得算係主角，唔夠其實係配角，就係試驗茶。係講啊，我冇試驗茶嘅話，我就講究冇做3B料理嘅，因為啊3B料理真重要嘅就係試驗茶啦。故時聽說要準備啊試驗茶，然後佢洗槍來出灶，等下就做得來用了。韓國啊，平常時我去市場買試驗茶嘅時間，我唔會買太多，唔過係講正經一傳十唔睇嘅話，做得用嚟來保存咯。然做得準備一個按用嘅保持盒，韓國老試驗茶不用到底度，攞杯啊再個貼一種牙紙嘅，有冇？將牙紙嘅貼到順風到冰箱底度啊，佢就會吸嘅試驗茶蒸散出來嘅水分，韓國又做得攞佢做保護。按用試驗茶唔但將水分唔會蒸散到體夾，係講有水氣嘅話，咪會本牙紙攞佢捉起來，按用乾定就做得不用冰箱，做得保存到下久到，可能你下一餐啊，就做得來做呀試驗茶煎卵啊，就做得攞佢煮得了。好呀，材料全部就準備好誒，前面一項還冇準備好誒，就係雞肉。雞肉啊，唔是剁嘅啦，地府卡冇辦法去卡剁。我會請嘅頭家也係講去超級市場買剁好嘅雞髀肉，剁好以後啊，除咗洗槍以外，阿 Q 妹啊還會用燒水、用滾水，然後佢滷過一邊，按用啊地度嘅血水呀，還有呀黏黏滑滑嘅蘿蔔嗰種以前那個黏液呀，咪做得用滾水，然後佢洗槍來，好滾水，然後佢倒落去。好，小口嘅老幾攪啊，
伊就會留嘅當到一些那邊嘅血水啊，還個會出一些嘅泡啊。你經過按用淥過以後啊，其實你煮出來嘅料理會很較醬，很較好食，大家聽說會記得咯。接下來就係準備安尼天福嘅，我來做下一步了。好了，天福嘅準備好以後啊，俺就做得來用天福嘅來炒三味雞了。就像我一開始講嘅，你好是要有三味嘅調味，你要做三味雞、三味豬、三味牛、三味菇、三味怪嘅，全部就做得好。嗰時候叫我阿佢們來做三味雞，一開始俺就先來倒麻油，天福嘅油燒完以後就做得來倒麻油。我記得麻油、頭油、酒差唔多1比1比嘅量，唔過做得少。個人嘅口味來做小口味嘅調整，好來麻油倒落去，好咁樣，麻油愛上喺下倒的喂，好有看到其實呀，蛋糕嘅天福嘅呀，因為已經有燒嘅，故說蛋糕已經有些像是波紋的嗰種樣嘅，你就提講溫度又高嘅哦，一下就細細留嘅姜麻片放落去，揾佢飆飆啊！好，姜麻落去飆飆啊！哦，其實啊，先一開始啊，所有嘅料理先一開始當中有個重點就係炝香，因為炝香你就係愛用油，韓國老所有會香嘅東西，乜嘅蒜呢、姜麻、蔥頭，全部就落去放落去，放落去以後啊，要貴嘅油都烘，全部就會有個香料嘅味道，按用貴嘅料理就會當好食咯。好，一下油嘅皮到姜麻嘅香味以後，就做得來撈呀。蒜呢，韓國辣椒味落去放落去向下邊。好，辣椒味放落去，都用落去飆一下誒。迄講你講按用會彈嘅法吼，你咪做得拿得人嘅盾牌，做得小口嘅來，當一下按用油就唔會彈到按多。好，繼續。油皮到香味以後，俺就做得來撈俺的雞肉，放落去，好，雞肉放落去，你啲小可以煎一下，油做得，攞去倒過去，前後煎到有一些咧擦擦嘅感覺，按樣吼，食會有一些咧金黃，食起來嘅口感咪會更加好食咯。好，當你看到吼雞肉嘅外皮小塊有飆到，有一些咧金黃嘅色上去以後，就做得撈下呢菇誒，切太啲嘅菇誒，咪做得撈佢放落去。一開始看起來有凍凍，不過一下炒啊過後就會發現其實冇按到啦吼，嘟嘟好。好，後來以後我來加一些嘅烏糖，迄個你冇烏糖嘅話，用一般嘅砂糖咪去做得了哦。好，放落去。好，我落去炒用嘅，炒散來。烏糖嘅香味又出來誒。好，烏糖炒散體以後，就做得來加米酒下去。好，接下來係頭油咩下去。好，其實也係一片完全冇水嘅料理，總物間三味嘅我按炒飯、按香、按鹹，就係因為佢一滴水就冇加哦。故時候，人家哈放嘅米酒同頭油過後，我留下嘅水塑造體，因為三味嘅料理一般來講係冇乜嘅湯、冇乜嘅水、冇乜嘅米嘅，也係按照咗嚟本期注意下，差唔多本期翕3分鐘嘅時間，天福嘅做得留佢鹹啲。
煸3分鐘。等下這個老友吃完茶加落去就做嚟咯，一下我耐心來等一下。好，本期煲嘅差唔多3分鐘過後啊，你做隻老蓋嘢打開來，這個老件炒炒啊，我記得哦，3味料裡係冇乜嘅湯，冇乜嘅水嘅，一下水差唔多本愛蘇糟體咧，前面我還要再個加一啲啲嘅米酒，好一啲咧，好，本期一起嚟調味一下，還個再個一啲啲嘅麻油，咪係用調味用嘅，好，咁用就做得咧。好啊，以後就做啲老人呢，沖點誒啲蓮粉，撈佢倒落去，前菜倒落去，咁樣再個撈佢炒一下，本佢再個撈水蘇糟，韓國前菜撈佢炒熟來，哦，真係調味全部就出來咧。好，按用便便炒炒啊過後，一片3味嘅料理就做好了。稍等，我就愛來食飯呢，鼓手睇個愛等我一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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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等唔得到愛來食飯呢，我根本嘅準備太穩過，因為我愛食凍到嘅飯，哦，一3味料理真係本人又愛又鹹呢，又愛香，鼓手我嘅乾皮嘅雞巴應該做得唔是講嘅啦，食飯了。